新聞嘅詳細內容，本港股市再升超過1000點，恒生指數輕易就升破31000點，港股市值亦都突破23萬億元。港股持續急升，主要係受到美國可能減息吸引資金入市。我哋同卓麗文傾一下先。Vienna 今日嘅升市，邊類股份嘅表現最好？今日升市咧，主要係受到大藍籌嘅帶動㗎，18隻嘅大藍籌股價都創出新高。尤其是地產股啦，升勢凌厲。地產分類指數咧升超過6%㗎。咁其實咧，今日嘅升市亦都帶動到港股嘅市值首次突破23萬億元。由楊卓華報導。恒生指數一開始就升超過500點。美股上星期五做好，加上市場繼續憧憬美國再減息，刺激指數越升越有。下午最多升接近1200點，創咗31604點嘅紀錄新高。收市就報31586點，升咗1181點，成交就有1700幾億，金額係歷嚟第5多。咁傳統藍籌股繼續成為升市嘅主要動力，其中對息口敏感嘅地產股升勢凌厲，地產分類指數上升咗超過6%。長實、新地同太古 A 等多隻地產股都創新高，其中太古 A 升超過13%，係升幅最大嘅藍籌股。創新高嘅仲包括重磅股中移動同中海油，而匯豐亦升接近3%。好多揸貨嘅散戶就話會等股價再升高啲先至會沽出。我諗住即係高啊放，如果係低咗就收息。而家咧？而家你覺得係點樣？而家我都係照係咁樣行。上星期五跑輸大市嘅國企股亦都普遍做好，被匯豐增持嘅交通銀行急升超過1成，連同其他中資銀行股同資源股帶動國企指數反彈超過600點。亞洲電視記者楊卓華報導。股市再創新高，投資者最關心咧就係個市究竟企唔企得穩啦。咁由分析員就話，雖然聽日咧就期指結算，咁但係咧而家利好嘅消息就多過利淡嘅消息，所以相信咧後市仍然可以睇好。我諗過去呢個月嚟講啦，淡友方面都輸咗好多啦，咁變咗相信佢哋會可能睇聽日期指結算嘅時候咧，盡量將個市撳翻低一啲，而減少個市損失啦。但係我諗撳低都好啦，暫時嚟講個條件就個大跌嘅機會就唔係太大嘅，因為始終個利淡消息就比較上缺乏啦。反而啲利好消息，譬如資金多啊、減息呢啲消息咧，仍然支持住個市。所以我相信聽日就算期指結算因素影響都好啦，個市未必真係出現到好大嘅回吐。